外面看。从昨天晚上回来的，哦，昨天在路上，昨天晚上到的。时间，今儿不会下雨吧？我看天气预报，会不会下雨啊？会不会下雨啊？23点开始下雨。赶快去睡觉啊！去瞌睡，睡觉吧。儿童节嘛。
天下呀嘞呀，得唱着这天下呀嘞呀。人这么少哎，都不是没有收通知吗？好凉快，不要下雨哦，23点才下雨。
提着一个小风扇。对吧？不用那个，不用，真的，干嘛？这个小风扇，刚刚才到梅朵，偶尔才刚到。刚刚就1000万人输过就是啊，豆娃送的40个，哪个？豆娃，小娃，豆娃是不是？豆娃不是啊，就刚刚给你的那个啊，给我们团队的哦，他送的，被朵了嘛？啊对，被朵送的嘛？对，送的40个，我说他。什么东西啊？这风太大了，吹那个风吹呼了，开那个风嘛，谁的手机？对，朵儿送的那个风扇。他送了40个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是他送的团队的，我以为是他们，这个手机又掉了，把风扇掉了。今天晚上23点下雨，下暴雨，今天下雨。今天有暴雨吗？晚上。要下星期3才好了。
也有些什么让人在意。刚刚来，这3个人刚来，有2个。好凉快，好凉快，好凉快。这2个都跳得好。好大的风。
香八宝。吉祥八宝。走。妈妈呢？几年过啊？啊，我知道。啊，几个月了？多大了？啊，4个月吧。还有一个呢，你哥哥嘛，弟弟啊，在前面。哦，今天我们都没来呢，你去？昨天没来好像。什么月子？不认识。这个不知道，太什么印度语都有。还跳一个，跳一个就完了。人生兴衰，马上就结束了。
明天晚上还要跳，明晚上哎，后天再休息。杀了黑，还摆手这个。哇，你也跳啊？还中的儿子。哪里啊？哦，还有一个没来，看到。这有点短，2个多钟，反正他们得4个跳一下。没有喽，有可能还有。今天要跳得晚一点点，儿童节过节嘛，今天过节。杨拉也来了，刚刚来呀，都要结束了，都要结束了。所以杨拉。说才能用笔墨绿霜我拥有，家吧说那。
8秒。哦，1个小时8分钟。都跳几分钟？明天还要跳，后天再不清楚。6月3号、6月4号是不能跳，后面才知道。5号、6号、7号7号高考，7号高考，8号7号到14号都不跳。嗨，在直播吗？你好，我想问抖音的，一般我是，你可以直接看过来就回放一个，全程都有对吧？不用，没考虑。咱喜欢好兄弟啊，怎么办？我手机掉了，报警了，都可以。哎，我手机啊，你在直播吗？刚刚你是在直播吗？是不是被推走？不会吧？在监控吗？110吗？你自己帮。你放在架子上面了吗？你架子也不在啦？应该不可能了，别人不会顺你的手机哦。你自己找一下，应该不会哦。应该不可能，你找一下来，应该不可能掉了。这边没有发生过那种，这边还没有发生过那种情况哎。怎么可能把手机拿？要么是拿错了，不会拿吧？不会给你拿掉的。让你找点朋友打电话，打你手机嘛，你手机号码噻，你打过去。你有没有手机？我现在在直播，要么，哎，就这儿去这儿有。我手机放在这儿。用你的手机打嘛，应该有我拿错了。哎，我这个打不了电话。过去打个电话，打个电话，你手机号吧。打个电话。你打一下，应该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。应该不会出现，别人要么就是把这个拿错了，手机。关机吗？不会关机吧？有别人拿。啊？哦，那吓我们一跳的，那你朋友拿着，那就没事。哎呀，哇！啊，吓了一跳哦。没看到。哎，你这个相机是什么牌子的？吓我一跳。相机啊，索尼的都是索尼的。索尼的。对。这个搞视频比较好的是吧？对，都可以，其实都可以，主要是看你喜欢哪种品牌。信号没找到了，他朋友帮他拿着的。手上卓玛的手机，他在直播了嘛，突然就不在了嘛，然后这都不知道他手机不在了。我还阿弟给你保管好，他肯定要在嘞。今天你不在，要给你保管好的。哎，小李老师哈。你好。哎呀。干嘛？不要收了，没有。不打的弟弟的人，你来的我。不打我。你要对到小李老师个镜头嘛，小李老师，丢了，啊，你要对到小李老师个镜头，拍一个，你不要不好意思嘛，拍嘛。走了，姐。没事。走了。走了。小李老师问你哈。走了。小李老师问你哈。他手机找到了。啊，找到了就好。啊，包包也搞忘了。嗯。好，拜拜。再见了。快嘛，你要给老师。
什么动物？白天牛嘛，是不是啊？地球上的牛有点多，太多了。他那个释放的那个太多了，也是一种灾难。镜头，我可便宜的。倒过来。吉祥八宝。没跳，这也跳完了，这曲串跳一半就走。下雨了吗？看上面，我拍了，就是拿不到的。今天那个白天那个真的没有吗？我刚刚跳的。真的往下走。
哎呦，不要。